美國甲伊朗之間的諒解備忘錄，佇個14點的協議內底，包括全面停戰伊朗未生產核武、重新開廣荷姆茲海峽等等。美國總統川普進前捌講過，美國要提供美金3000億的中建金櫃是假新聞，現在嘛出現佇個協議內底。美國甲伊朗簽14點諒解備忘錄草案的內容包括永久停止戰爭、互相尊重主權、美國解除海上封鎖、開放荷姆茲海峽。伊朗也強調永遠袂發展核武，也會佇國際原能總署 IAEA 的監督之下，甲濃縮鈾透互保。也若美國是一步一步解除對伊朗的制裁，雙方必須愛佇個60天內達成最後的協議。美國總統川普進前才罵講，付3000億美金予伊朗去中建是假新聞。不過，這點也確實出現佇個備忘錄當中，川普佇個 G7 峰會記者會頂頭捍衛14點協議的內容，不過嘛無排除也有變數。That was about 99%.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. They can't develop it, buy it. They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. And it'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. If it doesn't get done in 60 days, that's all right. We go back to bombing. 原底風聲講美國拒絕將協議的內容講予以色列知影。川普6月17證實，以色列已經收到協議內容的副本。也若伊朗國內民眾對美國的誠意是真懷疑，保守派媒體閣較直接講，隨時傳好勢，準備開火作戰。اینم افکار عمومیمون هم اینطور با موضوع برخورد کرده. ما ذوق زدگی نداریم، ما هیجان نسبت به این موضوع نداریم، آماده جنگ هم هستیم. 根據美伊備忘錄的草案內容，美國也會允准伊朗石油出口，也一步一步改動伊朗的資產。最後的協議也是要透過聯合國安理會來批准。公視新聞，景冠瓊編譯。